一齊嚟玩搖搖啦！你好可能唔識我，但係你有機會睇過呢個，又或者係呢個。第一條片係2025年搖搖世界賽3A 雙手線上花式組冠軍夏之咩秒啦三浦遠，佢勁到就連 Elon Musk 都有轉發佢嘅比賽片段。佢嘅表演可以話係顛覆咗一般人對搖搖嘅認知啊！第二個就係嚟自香港嘅選手，同時都係香港品牌 C3YOYO Design 嘅創辦人之一阿反。阿反同樣喺2025年搖搖世界賽 Over 40組別成功奪冠，名副其實係香港嘅搖搖大王。搖搖去到今時今日已經千變萬化，甚至已經唔係單純嘅玩具，佢可以係俾你舒展手腳嘅玩意，亦可以係競爭激烈嘅運動比賽，無論小朋友、青少年定係大人都啱玩嘅。如果你都想體驗下呢一個運動，歡迎嚟報名參加小弟嘅搖搖班。我係2023年世界搖搖大賽香港區選拔賽新星組冠軍，教過唔同嘅中小學同埋社區中心，而家開始自己嘅搖搖班。無論你係從來冇接觸過，定係接觸咗一段時間開始想玩比賽，都可以為你度身訂造屬於你嘅教學。呢個搖搖班嘅特色係小班教學，再加上因材施教，唔會好似填鴨式教育咁強制大家同一時間要學同一樣嘅招式，而係按住唔同學生嘅風格同埋能力去教唔同嘅招。而且我嘅班係可以自由報名參加，即使你嗰個月只可以上到一堂，我都只會收你一堂嘅錢。甚至你可以只係報名一堂做私堂，我都係會盡心盡力去教㗎。快啲嚟報名！